好的，再来，走前，再来，刷吧，好的，放松，嘿，弹一下好吗？好的，嘿，嘿，好的，让我们学习下一个步伐。好的，点起来，感受铿锵的马蹄声音。好的，快马加鞭。好的，加油！换动作，拉缰绳。再来一遍，快马加鞭，拉缰绳。好的，我们动作减半。再加油！拉缰绳，加油！拉缰绳。好的，放松。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？加油！出汗了没有？放松。下一个步伐，我们这次来一个稍微慢一点的动作。好的，加手臂。好的，慢慢向上。好的，回来，再来一遍。好的，我们加个原地的转身。再来一遍。好的，加一个身体。好的，再来。好的，最后一遍。OK， 放松。从头来一遍，加油。5、6、7，走。肩膀，反方向，肩膀。好的，送肩，加油！好的，向前，拉缰绳，难度我们不拉，上，吧，好的，快马，OK， 放松，吸气，呼气。